样，生命会怎么样，生活会怎么样，只要我们全然相信，所以我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一群，能够成为基督徒来信靠这位真神，真的是再好也不过了啊，真的是最幸福最幸福。接下来呢，我们要献上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也祝福大家。他们两个喜欢祷告呼求了。
所以我们都把它听成打高尔夫球。好，感谢主。我们知道耶稣来是要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呢，为了主的缘故，就是要把这样的充满爱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所以经常我们的家人都在问：打断你手。我们就说我们要去那个，如果我们要去那个很远的地方，比如说去俄罗斯，我们只能说，那个声音都差点沙哑，那飞很高呢，不小心那个乱流就掉下来，还没有飞到俄罗斯，只有到美国纽约。好，感谢主。对，这个怎么跟我们一样残障？喂，好，等你们声音，有没有看？喂，后面的声音。是你们，没办法，这卑南族每天吃阿拜，没办法。然后阿妹只吃席烙，那只有我们这个卢嘎的卢凯主跟我们这个没有，我们吃汉堡，那么好，你没看我就像汉堡一样，而且是牛肉汉堡，199吃到饱。是你们你们这个阿拜，好，感谢主，我们这个原住民这个在台上有时候都不怎么正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以喜乐的心、活泼的灵来服侍神希望大家看到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我们看不见，要看到的是使我们能看见的那一位全能的神，阿们。所以我们是看得见的，比你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圣经上面说敬拜神是要用什么？心灵很诚实，对不对？你个肉体的眼睛不好，经常看那个不好的，对不对？他以前都乱看，都看那个什么 X 片看什么的，对不对？像我们呢，信了主以后，我们懒得看，我们只听上帝的声音。感谢主虽然我们活泼，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有了上帝的爱，我们感受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你知道，特别他背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痛苦，那样子的一个难受如果我当时在现场，我真的会有冲动去帮他背呢，只是不知道他们接不接受盲人帮耶稣背十字架。等一下明明是要往那个港南山去，那我忽然间往什么？我们往西安山去了，不小心走到阿里山。感谢主，我们是很愿意与主同工，为主。有时候难免生活有障碍，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我们都交给神，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来为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只是受一点点委屈，又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们把它交给神嘛。人家认为我们是原住民，我们就怎么样唱我们的民谣，跳我们的原住民的舞蹈。你不相信？我们中间的这旁边3个很会跳呢。跳起来绝对很像那个相扑选手。感谢主。其实我们是真的会跳只是因为今天没有地线，可能跳到台下去了感谢主，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受那么多的苦，我们受到一点委屈、一些挫折，我们真的愿意因着主的缘故饶恕。所以各位朋友，人家对我们原住民不谅解，或是有时候用异样的眼光，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饶恕？对不对？我们真的要饶恕，因为耶稣就是这样饶恕我们，不对吗？所以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饶恕、包容和接纳。什么叫接纳？就是去爱。我们要爱平地人，我们要爱所有的族群，从我们原住民做起，从我们原住民的基督徒做起。阿们。让我们把神的荣光散发出去。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曲，叫做复活节，你们大概都会听到的，叫 Via Dolorosa， 维亚多勒罗萨。
人群中拥挤相看，这将要死在家园上的人。他迎边那不断流血，背上布满了永恒。他的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每步都要承受轻蔑来自想处死他的人。走过伟大波澜高山，乘着受难的道路，基督记住他爱像赎罪羔羊。愿这是这条路引着爱，为你和我。走过伟亚诺的路上，一路到那加略山。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每步都要承受轻蔑来自想处死他的人。走过伟大的高山，乘着受难的道路，基督记住他像赎罪羔羊，但他选择是这条路引着爱，为你和我。走过伟亚诺的路上，一路到那加略山。他冒险袭击所有的灵魂，使他甘心走过那耶路撒冷。走过伟亚诺拉山，乘着受难的道路，基督记住他爱像赎罪羔羊。但他选择是这条路引着爱，为你和我。走过伟亚诺的路上，一路到那加略山。来自神而来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哈。有一首诗歌啊，就是我从小就一直听到长大的，到现在都还在听哈，不但还在听呢，也在唱。这首歌叫做《实在美妙之声在山上》。记得很长一段时间离开教会的时候，也跟这首歌分开很久，但是在10年前一次低潮的时候呢，再次听到这首歌，让自己的心情又振奋起来啊。那参加喜乐合唱团以后，又开始唱这首歌，所以这首歌真的是算是我最熟悉，也跟着我最久的一首诗歌。以下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实在美妙之声在山上，实在美妙之声在山上，实在美妙之声在山上，
是奇妙，传福音报喜讯，和平之声。当宣扬和平，传自由和释放，基督作王，统治万邦，何等奇妙之神在山上开手艺，何等美妙，何等奇妙，不停一起歌唱，何等美妙之神在山上，何等美妙之神在山上，上主将拯救他众百姓。实在美妙之神在山上，实在美妙之神在山上，实在美妙之神在山上，是奇妙传福音报喜讯，和平之声。当宣扬和平，传自由和释放，基督作王，统治万邦，何等奇妙之神在山上看守你，何等美妙，何等奇妙，不停一起歌唱。何等美妙之神在山上，何等美妙之神在山上，上主将拯救他众百姓。当不停歌唱，当不停歌唱，不停歌唱，当大声歌唱，起来歌唱，起来歌唱，轻松战胜这耶路撒冷，轻松战胜这耶路撒冷。哈利路亚！好，这就是神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美妙的哈。那不只是在山上，其实呢，就在各位的身边就有美好的声音。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听，用心灵去听，都能听得到上帝美妙的声音，上帝美好的声音。这每一首诗歌都是好听的诗歌啊，都能够打动每个人的心啊，让我们能够有深深的盼望，深深的感动。喜乐合唱团接着下来要献上的这首诗歌，依旧是依恋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创办人刘姐，她的一篇祷告词叫勇敢。相信应该很多的弟兄姐妹听过这首诗歌，非常非常激励人的一首诗歌。刘姐一直鼓励台湾近100万的身心障碍者都能够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她期盼更多的软弱的人都能够来信靠神，来仰望神，因为只有仰望神、信靠神，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跟喜乐。下来，我们带来这首《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把心说，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
为万许错误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面对世人茫然的指引，面对不平等竞争，面对需要能挺身相知，面对试炼能靠你的手，主啊帮助我勇敢，帮助我勇敢，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面对邪恶能将你指引，面对不平等之战，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面对试炼能靠你的手。主啊，帮助我勇敢，帮助我勇敢，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挺身向前，面对试炼能靠你的手。主啊，帮助我勇敢，哦，帮助我，帮助我勇敢，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我们拍手荣耀归给神，荣耀。感谢主，这结束，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耶稣的爱永不结束。让我们常常靠主，常常喜乐，勇敢的面对我们前面的人生挑战，勇于的，甚至于我们也是一起能够同心合一的为主来兴旺福音。阿门。愿主赐福给我们所有的原住民教会。我们再一次拍手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我们再次用最大的掌声感谢我们的喜乐是从唱段的当中分享上帝荣耀的诗歌。今天这个复活节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纪念的方式。没想到超乎所求所想。我自己原本在想，复活节是在教会自己的教会举行。没想到年初的时候，我们的李牧师区长就跟我提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联合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我们在最短的时间，我们可以众教会连结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要临到我们的当中。阿们。
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我心里真是得到饱足，享受美妙的诗歌旋律。因为本身我自己也很喜欢音乐，但是我的嗓子没有他们那么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诗歌见证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有限，他们在3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另外一个服事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听到这一些的诗歌。那我们是希望，如果众教会愿意跟他们再进一步联系，再继续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分享，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伊甸基金会他们来联系，或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当中的一个许弟兄、秀柱弟兄来进一步的联络这是一个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大概就这样子做结束。那有没有觉得就这样结束？觉得好像不够？要不要原住民高歌一起啊？我们的李牧师区长说可以，那就请他来带我们一首歌原住民。我们拍手。大家就是在这阿比萨拉丢哪一个？今天那个美心教会的那个青少年舞蹈，那个真的是很震撼。我是他们的小会议长，我在教会没有看过他们这么样的一个表演演出的这样的节目今天真的是看到他们的厉害的一面刚刚底下跟老牧师他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就是那个主持的东亮执事。这个是美心教会的现在很主要的统购没有他，没有这些小朋友，没有这些年轻人林牧师说，哇，这个教会有复兴的现象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现在教会成人不到10个，所以他们的奉献收入不够，教会是用租的如果他们这样持续下来，那个经费奉献不够，这个教会可能有危机这些小朋友没有地方可以持续来培育照顾用神的话来建造他们，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多一点为美心长老教会来祷告5月的第1个礼拜，我会下去帮他们处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让他们能够持续在那边为主发光作盐。阿们。好，我们再次也就唱他们那一首歌，什么放下来上来放下来路面阿赞我们就请一起来欢唱好不好？会唱的人请出列到前面。我看前部大家都会唱。我们就区长在这边来带我们唱了因为哲明牧师。一束不住脚，你都门铃，那都好，有歌词吗？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欢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purong akyukan. Meron kita sa likong pulong. Halel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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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ma yamidini kakarayan. Mahamma kufarotso nya makpurong abiniji pesi kami akyukan hamalan sai. Ya ayaw sa misu idini kami isan kauto malat sai kami minta ongi isan wama. Na pagkain di pansa alakyo at di hai sa nya hamaw. Mapasakat kungangan sa misu idini hamaw. O maripakapto sa niya kupakat ko fukat misu hamaw. Nanay hamaw likat kami dinyakan. Nanay pakaay kami natin di parang tua ko pansa harus yang kung aya pokoknya itu misu dinyakan kami hamaw. Nanay parang sa misu urang saya akyukai sa niya at urang kasi siguro etuji at bikita ko sa kumi-kumi no urang akyukai sa niya hamaw. Aray sa kami ko sa hamaw jang ichie dongya to begitu. Pakai dia hanya sa ni yes itu sa midoro. Amin. Puta bisan sampai terbuka weh. Haleluya. 请我们的客教会的2位同工来找林怡丽执事以及阿央章，请你们赶快下来，好，谢谢。待会我们有很多的事工要运作，谢谢众教会以及所有的同工以及我们椅子配搭。